今仔日欢迎三读修正财委法，行政部长郭志辉是表示，咱即马当咧甲回答超微这国际企业讲签约合作，受到财委法影响，恐惊这投资会去前着。因明年度这中央的总预算敢要来定编，财政部是讲一个详细来评估。 这个有关财划法经过三读通过以后，整个对中央施政的一个相关窒碍，我们会跟我们已经跟主计总处在。我只要请问你，你告诉我要不要重编嘛？你要重编的话，就不要再审了嘛。114年的就在下个礼拜就开始了。 那怎么重编？那整个中央的施政要怎么样推动？那除了中央之外，其实还有地方的预算，同样他们都已经完成相关的审议。在我们所知，22个县市，大概只剩下4个还是3个县市没有完成审议。我想这个部分，知识体大，我们也跟主总在这商量，以及会跟行政院一起来讨论有关宪政上的相关行政救济的一些措施。我们跟这些外商啊的这个技术合作的这个约定啊，都是长约，所以临时的改变呢，我想对他们来讲，他们应该会感觉到蛮 shock， 贸然的改变，我想对观感上面、实际上面都有非常大的影响。 另外一方面，这财委法一旦修正，敢会去影响到电钱佮起价？郭志辉是表示，希望立法院会当继续支持补助台电，经济部嘛尽量来维持，甲影响降到上细。